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4篇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盼望。耶稣基督曾经说，没有神迹除了约拿以外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约拿他不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背道而驰，逃离了上帝吗？是的，但是耶稣他所指的是约拿在逃亡的时候被大鱼给吞灭，3天后又被大鱼吐出来，死而复活的盼望。因着约拿的复活，上帝就将赦免的恩典带去给尼尼微城所有的人们，让他们因为相信约拿所传的，就得到了赦罪的盼望与恩典。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17节这样说道：有一天，上主向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，你往尼尼微那大城去，公开斥责那里的人，因为我注意到他们是多么的邪恶。但是约拿往相反的方向走，想要逃避上主。他到了约帕港，找到一艘要开往他施的船，他付了船费，上了船，要跟船员们一起到他施去。他想逃到那里就可以远离上帝了。可是上主使海上刮起大风，狂风巨浪袭击那条船，船几乎被击破。船员都非常的惊慌，个个向自己的神明哀呼求助。为了减轻船的载重，他们就把船上的货物抛进了海里。这时候，约拿在船舱躺在那里沉睡着。船长发现了约拿在船舱里，就对他说，你怎么还在这里沉睡呢？起来，向你的神明求救吧，说不定他会可怜我们，救我们的命。船员彼此说，我们来抽签，看看谁的罪恶使我们遇到这样的灾难。他们就抽签，抽中了约拿。他们问他，告诉我们，这灾难是不是你引起的？你是干哪行的？你从哪里来？是哪一国人？约拿回答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主，他是天上的上帝，是海洋和陆地的创造主。约拿又告诉他们，他正在逃避这位上主。船员听了这番话，吓了一跳，就对他说，你做这事还得了吗？因为风浪越来越大。他们就问他，我们该怎么样处置你，才能使风浪平静呢？约拿回答，把我抬起来，抛到海里，风浪就会平静。因为我知道是我的罪过使你们遇到这场风暴。船员反而拼命摇桨，要把船划到海岸去。可是暴风越来越猛，他们无法前进。于是他们呼求上主，上主啊，求你不要因这人的命而以死惩罚我们。上主啊，这一切都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做的。说完了，他们就把约拿抬起来，抛在海里，风浪立刻平静下来。船员都因这事而大大的敬畏上主，向他献祭，而且许愿要侍奉他。这时上主安排了一条大鱼，把约拿吞下去。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。保罗他强调，基督信仰只有以复活为中心，因为如果没有复活，他所传的就没有用了。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，也就是为了将复活的盼望赐给世人。因为万有将要屈服于基督，上主也将要完全的统御一切。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到28节，
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只有在今生有希望，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了。然而事实上，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这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。因为死亡是从一人来的，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来的。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，同样的，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。不过每一个人要按照适当的次序复活，最先是基督，其次是他再来时属于他的人，然后末期才到。那时候基督要消灭一切灵界的执政者、掌权者和有能者，把王权交还给父上帝。因为基督必须统治，直到上帝打败一切仇敌，使他们都屈服在他脚下。所要毁灭的最后仇敌就是死亡。因为圣经上说，上帝使万物都屈服在他脚下。很明显的，这里所说的万物并不是包括上帝本身，因为他就是那使万物屈服在基督脚下的。到了万物都屈服于基督时，儿子本身也要屈服在那一位使万物都屈服他的上帝，好让上帝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雅各的子孙离开异族的土地，犹大成为上帝的圣民，以色列成为他自己的国。红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群山像公羊跳跃，丘陵也像羔羊蹦跳。红海啊，你为什么奔逃？约旦河啊，你为什么倒流？群山为什么像公羊跳跃？丘陵为什么像羔羊蹦跳？大地啊，你要在主来的时候发抖，在雅各的上帝面前颤动。他使磐石变为池塘，使岩石涌出泉水。感谢上帝爱世人，将赐下耶稣基督复活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领受唯一的神迹，使我们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